Hello，各位同學大家好，咁繼續嚟到我哋嘅2026年 DSE 數學科倒數攻略系列嘅第122日嘅部分啦。如果你係未睇過呢個 channel 嘅同學，又或者你係第一次睇呢個系列嘅影片嘅同學咧，咁我都簡單介紹幾句俾你知啦。呢個 channel 咧最主要就係會定期 upload 一啲 DSE 數學科攻略嘅影片啦，又或者係一啲關於 JUPAS 升學入大學方面資訊性嘅影片嘅。所以如果你係應屆 DSE 嘅同學咧，建議你訂閱呢個 channel。撳埋嗰個 long，等我下次出片嘅時候咧，你會準時收到通知啊嘛。好啦，而你睇緊嘅呢個系列嘅短片咧，係講緊截至到2026年 DSE 數學科開考當日為止咧，我都會每一日 upload 一段片上嚟去講解一種 DSE 裏邊曾經考過嘅題型同埋問法，包括一啲求 Level 2求合格必須要學識嘅課題同埋技巧啊。所以如果你係有擔心個數學科有機會唔合格嘅話咧，更加要跟緊呢個系列嘅短片啦。好啦，開始呢段影片嘅內容之前咧，要講聲抱歉，因為拍攝呢段片嘅時間咧，其實我身體係有少少唔舒服嘅，所以把聲可能有啲沙或者有啲細聲，所以同學咧可能需要較大聲少少咧，先聽得清楚我講咩啦。好啦，講翻今日我哋要介紹嘅題型先，就係關於地圖比例尺嘅題型啦。其實我哋對上幾日嘅影片咧都有提到關於呢個地圖比例尺嘅問法嘅，不過對上前幾日嘅影片咧係講緊可能係俾個實際面積同埋地圖面積你。叫你去揾翻個比例尺出嚟，又或者可能係俾個地圖面積同埋個比例尺你，叫你計翻個實際面積出嚟，呢兩種題型㗎。而我哋今日要討論嘅呢種題型咧，就係第三種，就係倒翻轉啦。題目係提供咗個地圖比例尺俾我哋，同埋提供咗個實際嘅面積俾我哋，叫我哋計翻地圖上邊佢嘅面積究竟有幾大㗎？係倒翻轉去問㗎。不過如果前幾日嘅影片你係明我講咩嘅話咧？咁其實呢類數咧都係相似嘅做法，應該都唔難理解嘅。好啦，嗱，我哋一齊試下做啦。嗱，都係嗰句，就係如果題目冇講明呢個運動場嘅形狀係乜嘢形狀嘅話咧，咁我哋都係會假設佢係正方形係最簡單嘅。好啦，我哋就假設呢個運動場咧喺現實中係一個正方形嘅運動場。OK，而佢嗰個實際嘅面積咧係1 km square 嚟㗎嘛。好啦，而喺地圖上邊呢一個運動場嘅形狀又係咩咧？嗱，冇理由喺現實中佢係正方形，但係擺落個地圖度變咗圓形咁跳皮噶嘛。所以咧，我哋會知道，既然佢現實中係正方形，佢喺地圖上面都一定係一個正方形嚟嘅。OK，好啦，點解我哋要假設呢一個我哋唔知係乜嘢形狀嘅運動場要假設去做正方形咧？係因為正方形係最容易將個面積還原做邊長㗎。我哋要用呢個比例尺去做數咧，係必須要用長度去做㗎，唔能夠攞住個面積話就咁隨意萬喎咁樣唔得嘅，係要攞住條邊去除嘅。所以我哋點解要假設去做正方形咧？因為我哋只需要將個面積一開方跟咗佢咧，自然就會有條邊長啦。好啦，開方跟一，咪即係一咯。所以呢個運動場咧嘅邊長其實係1 km 㗎，哇都幾大啊其實1 km 邊長嘅一個運動場。不過 anyway 啦，總之佢條邊係1 km。好啦，然之後我哋第二步要做嘅係 tune 好個單位先，因為答案咧係要求我哋用 cm 表示嘅，所以咧我哋攞住個 km 咧，其實個單位係唔準嘅，我哋要 tune 翻好個單位先。點 tune？將 km 變做 cm。我哋嚟啦。首先我哋要經過兩個層次嘅，第一係將 km 變做 m 先。咁1 km 其實係有1000米噶嘛。所以1乘1000，我哋就會計到呢條邊其實即係1000米，而每一個米咧等於係100 cm 噶嘛，所以再乘多100就會計到呢條邊其實就係個十八千萬十萬10萬個 cm。OK，我哋將條邊個單位 tune 好先，將佢變成 cm，配合翻題目要我哋用嘅單位先，然後就到佢出場啦。因為我哋而家已經得到咗一條長度㗎啦，我哋唔係面積嚟㗎啦，呢個我哋係可以用比例尺去做數㗎啦，所以我哋就會將呢個叫做10萬 cm 用比例尺去縮小翻，變成地圖上嘅邊長。咁即係話我哋會攞住呢個10萬除翻2萬，就會計到喺地圖上咧呢一個運動場原來係5 cm 嘅邊長嘅。記住啊，我哋要用個比例尺去做數咧，係一定要攞住個長度去做嘅，唔可以攞住個面積去用比例尺嘅，呢個一定會錯嘅。
好啦，然後啦，我哋揾到呢個運動場喺地圖上邊係邊長5 cm 嘅正方形，咁5 square 即係25啦，所以呢個運動場咧喺地圖上面嘅面積就會係25 cm square。答案係 B，搞掂。好，咁啊，如果覺得呢類型嘅 DSE 數學科攻略影片係幫到手嘅話咧，咁啊記得要訂閱我嘅 channel 啦，俾個 like 鼓勵下我，同埋留言話俾我知，對於呢類地圖比例尺嘅問題有冇問題想問翻我啦。我哋聽日嘅影片再見，拜拜。